正月19元宵这天也是三界宫内面的天官大帝圣诞的日子。讲到这元宵，各地头有真侪活动，咱来看到台东。这台东呢，早汉丹夜对顶个月底开始呢，到元宵是最高峰。想袂到昨呢，有一个29岁查甫人伫咧活动的时阵来受伤，规身躯有30拍的2度烧烫伤。若讲到这台南咸水的蜂仔炮，也是元宵的重点之一。今年为着避免这蜂仔炮活动的时阵时间伤过长，或者是发生冲突，警方拢分派警察个别伫咧看顾。百姓汉丹夜汤巴提徛伫地球和炮啊炸，这是每年台东元宵节重要民俗活动。炸汉丹2月底开始到初3、初4是活动的高峰。这日所传出有一个29岁查甫人伫活动内底受伤，因为伤势面积伤过大，为台东转向高雄救治。据了解，这查甫人转向高雄中正病院时阵，生命现象稳定，意识清醒，无插讲，也无全身30拍2度受伤，病院唔敢代替。在汉丹受伤案例，有哪这一个大部分拢是无防护的骹手臂受伤等情形。炮灰跟烧灼伤的部分，然后大概其实面积加起来，年龄共大概都有10%到15%左右。医师提醒做好防护，无甚至受伤也用流动的水冲洗20到30分钟。台东病院踏出告示，要求早汉丹挂号人先到已经冲凉水10分钟。台南咸水蜂仔炮也是元宵节重要活动，炮话点到了1年1摆咸水蜂仔炮初2正式开始。安全帽啊，然后这种厚的这种外套，然后牛仔裤。今年咸水蜂仔炮定每一条射警动线，各配一组警力，所以炮声放时间，避免因为时间延长可能发生的冲突受怕。每座炮声在神教抵达10分钟后，神教领队会举牌提醒炮声点炮。炮声若借故拖延时间，民警会与神教领队讨论后，保护神教离开。警方表示，新桥到为了15分钟内无点到炮啊队，请新桥锁向一个地点，希望今年活动袂亲像以前同款延长到透早，也降低冲突的几率。除了各路新桥后边的炮声，咸水国中运动场也会放200万支的蜂仔炮，呼吁大家做好防护，才袂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